總價36.8萬買房送車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enus。今期嚟到咗肇慶新區嘅時代年華，帶俾大家呢一套全新嘅二手單位，精裝單價5000蚊起，事不宜遲，一齊帶大家去睇睇。大家三房就見得多啦，呢一套單位啦係肇慶新區比較稀缺嘅一個兩房戶型，72方嘅兩房一衛。咁我哋從入戶開始同大家介紹。咁呢一套單位啦，雖然係72方嘅細職戶型啦，但係佢前面呢一度啦，會有一個入戶花園嘅位置嘅，係嚟到咗入戶花園之後咧，再嚟到呢一個入戶玄關，然後嚟到我哋呢一邊嘅餐客廳啦。咁呢一個戶型啦，都係經典嘅一個豎廳設計，雙廳相連嘅。咁呢一邊啦係屬於我哋嘅飯廳，飯廳旁邊啦就係廚房。咁呢個廚房啦都係比較實用，做咗一個大 L 字形嘅櫥櫃設計啦。咁呢一邊啦都會有贈送嘅櫥櫃兩件套，而且上面嘅一個吊櫃，下面嘅地櫃，整體廚房嘅儲物空間比較充足嘅。咁呢一邊啦就係屬於佢預留嘅一個雪櫃位置啦。咁再出到嚟呢一邊就係屬於我哋嘅客廳位置。都係比較闊落嘅，咁我哋客廳直出就係主露台，主露台呢一邊啦係屬於東南向望翻我哋內園嘅一個視野。咁今日啦係比較陰天嘅，但係望出去大家可以睇到佢正對住前面東南向係冇高流動遮擋嘅，所以雖然呢一套單位係屬於中低樓層，但係佢呢一邊嘅採光同埋通風都係比較好嘅。咁再望翻內園嘅一啲綠化養眼，都係比較唔錯嘅。咁呢一邊啦係屬於我哋嘅陽台東南向。咁我哋再過嚟睇下佢嘅房間。咁首先嚟到佢嘅第一個客房。咁其實呢一個客房都係比較實用嘅，比較長，咁你可以用作功能房或者客房都係冇問題，因為佢夠晒大。咁而且咧呢一邊都有一個贈送嘅飄窗位置，望翻出去嘅視野都係冇流動遮擋，比較開揚嘅一個視覺啦。咁我哋再過到嚟啦，佢係屬於公共衛生間，係喺中間個位置，位於兩個房間嘅中心。咁整體嘅啦，都係開發商嘅一個交標。咁再嚟到第二個房間，呢一個房間相對嚟講會大翻少少，所以可以用作翻我哋嘅一個主人房。咁而且啦，呢一個主人房同我哋主露台一樣，係東南向嘅一個視野，望翻花園嘅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一個位置係可以做翻我哋1.5米嘅床，咁喺靠近呢個位置做翻一個定製衣櫃。咁其實呢一個主人房都係比較實用嘅。咁相對嚟講，如果1、2個人住呢一個兩房單位啦，比較夠用噶啦，比較精緻，最緊要係價錢夠晒平。總價全新未入住過嘅一個精裝二手單位，位於我哋肇慶新區嘅時代年華72方，總價36.8萬就可以上車，而且呢一個總價啦係包含一個車位嘅，亦即係相當於買房送車位，我哋直接一步到位，到時裝修就可以直接入住。咁呢一套單位啦就非常之適合有車嘅朋友啦，因為佢係贈送一個車位嘅。咁如果話大家想直接一步到位買房送車位嘅話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套總價36.8萬嘅72方兩房戶型啦。咁如果想了解呢一套單位更加多嘅相關資訊，歡迎致電我哋嘅頻道熱線。呢一期影片就到呢度結束，中意嘅朋友記得 share 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